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。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，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带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，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，正好西城啊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订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来，吃个烧饼。